改用電磁爐，提升廚房安全同健康。明火煮食呢4個字唔係乜嘢古老智慧，反而係燃氣公司多年來嘅市場推廣，將火舌浪漫化，將煙霧神話化，將高溫包裝成鑊氣，但放低宣傳語唔講，明火嘅代價好大，火災、油煙、致癌物、廢氣污染，全都來自嗰點火光。先講健康，燃燒天然氣或者煤氣會釋放二氧化氮、NO2、一氧化碳、CO 同埋微細粒子。好多歐美研究指出，只要開爐頭半個鐘，室內二氧化氮濃度就可以升到戶外污染警戒值。英國冬天又長又冷，人人為咗保暖而關緊門窗，廚房變成密室，污染物無處可散。老人、小朋友、哮喘患者喺呢啲空間煮一餐飯，吸入嘅污染物往往遠超你想象。高溫烹調嘅問題都唔可以忽視，過度追求火候會令油溫飆升，產生更多油煙同埋丙烯酰胺、多環芳香烴等致癌物。呢啲唔係中菜嘅靈魂，而係中菜長年累積嘅風險。真正嘅鑊氣係食材同鑊面接觸嘅反應，唔係火舌本身。電磁爐火力快、升溫快、控溫準，唔會過熱，反而更加能保持烹調質感，同時減少油煙。煲水、煮麵、炒菜，速度通常比天然氣更快。安全更加係一道分水嶺。明火係廚房火燭嘅根源，毛巾着火、油鑊起火、火種遺留，全因為有火舌。天然氣泄漏更加可能炸毀全屋，電磁爐就完全冇火、冇火舌、冇燃燒，亦冇泄漏。爐面只有喺鍋底接觸時先會加熱，而開後即刻降溫，即使手放上去都只係溫熱，唔會燙傷。如果屋企有小朋友或者長者，安全感唔係提升一啲，而係提升一整個層次。清潔都係一個大理由。明火爐頭結構複雜，油煙永遠有縫隙可以轉，清一次爐、拆件、浸泡、擦洗，浪費時間。電磁爐係一塊平面玻璃，煮完飯一抹就淨。長用之下，廚房氣味減少，牆壁都唔易積油。有人擔心成本，以今日嘅能源價格，電價普遍高於天然氣，所以煮食成本可能略高，但差距有限。而煮食本身佔家庭能源開支唔多，長遠電價同氣價未必可以維持今日嘅差距。如果可以全屋停用天然氣，仲可以節省每個月嘅定額日費，一年累積落嚟都係一筆實在嘅節省。更重要嘅係，時代已經改變，世界各地城市都朝向無火廚房同電氣化家庭前進，唔係為咗跟潮流，而係為咗健康、安全、效率同空氣質素。炒菜、煎魚、爆香，中式料理根本唔需要火焰，只需要足夠火力同穩定控溫。呢啲電磁爐全都做得更好。明火煮食只係廣告語，讓人以為火代表味道。真正可以留住味道嘅係技術、時間同好食材，而唔係一把火。如果可以減少火燭風險，遠離廢氣，改善空氣，點解唔可以讓下一餐開始得更輕鬆、更安全呢？如果你鍾意呢條影片，請按贊同訂閱胡思動明頻道。下次再見。